阿只说话，我啥做习惯呗？下条是不？一个就阿边嘛，这把我的波 Francis 里下推个的比马个lang哦。我啥尼玛可瓜？下是不？一个这个就是耶稣一直切从下里边，米内瓜伊拉嘛哦，你个里头头很多个这个木当哦，就这么住的肉住的，下条是住的木当嘛哦，就是怕呀，下大嘛从事在那在里边，就在路头瓜下下木木出来伊拉嘛哦，一晚呀是怕这个瓜被这么里边。阿古提住俺呀，最不在你嘛，我啥的这个呀咯，路卡头你对你这里这个么当哦，耶稣里我啥怪多，加马特，下大马出去我呀，耶稣那个出了嘛哦，耶稣里加马大嘛呀，是怕一下呀，我那个的咯，阿六贝呀，出下的耳朵许多，加马个那嘛，耶里我的米出米个，路卡头你去。这很是瓜木当哦，是怕哩，小时么是不？我啥尼玛瓜，你话不？谁个去边嘛哦？从小那话那后就是做咯，阿六边呀，我啥怪那？那话对嘛俺路边，路卡头秋头年是这瓜木当哦，是怕哩，一直切入那瓜，从实体入漂亮嘛哦，我还没得听，那话哩我的咋多个啦嘛哦，这里下是的。是啥嘛？你嘛做嘛呀？木瓜瓜，多里那嘛，做做瓦索木比，处理别嘛哦。那可如啥子的个项目啊？就是画画。